80年代開始有一個非常之得意嘅現象，就係其實掀起咗呢係有一股少女風，佢係一個蒙豬眼，跟住之後細細粒粒咁樣，其實同呢個日本風呢，日本嘅潮流呢，係真係好吻合嘅。呢啲女歌手出道做歌手之前，原來佢哋係當年好受歡迎嘅電台節目。咁邊3個小神仙呢？其實就係咁啊！大家聽到嗰隻歌又會諗翻起廣播劇裏邊嗰啲劇情。佢就係香港有史以嚟唯一一位係香港小姐冠軍呢個名銜，而亦都喺香港推出過粵語專輯嘅唯一一個女歌手嚟。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第2集音樂時光機呢一個 podcast。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Joey A.K.A. Shubidoua。喺呢一個80年代開始有一個非常之得意嘅現象啊，係有一股少女風。少女風呢，其實一開始呢，即係大家就係覺得哇，全部都係因為當年啦，被呢個日本嘅呢個潮流嘅影響啦，大家就係聽好多日本歌，咁而樂壇上面亦都無數咁多呢個日本嘅翻唱嘅作品。因為呢啲作品都係改自日本歌啦，咁所以啲歌手嘅形象呢，唔多唔少呢，都係會順應翻，都係跟住日本嗰啲潮流嘅影響嘅，所以佢哋啲形象呢，都係啲好夢幻少女啊，好得意啊，好 cute 啊，哇！全部都係粉紅色波波喺佢側邊咁樣。後尾呢，到90年代就開始咗呢玉女風啦，好多歌手呈現佢哋嘅形象，第一件事即係佢都唔理自己佢本身嘅性格係點樣嘅。唱片公司第一件事，依家玉女就係大家中意噶啦，所以全部一窩蜂呢就會變咗，都係以玉女嘅形象去示人嘅。今集呢個 podcast 咧就同大家回顧翻啦，其實有好多當年初出茅廬，有好多新進嘅女歌手呢，第一隻歌出嚟嘅呢都係一啲日本少女風，咁但係經過好多年嘅蛻變，好多年嘅即係重新再認識咗自己，同埋所有嘅潮流唔同嘅影響之下呢，咁到最後呢，佢哋就有啲就已經係變成咗今時今日嘅天后級嘅人馬啦。咁今集去講嘅《我的少女日記》呢一個主題啦，想同大家講下呢個日本嘅改編歌，即係充斥緊呢個當時嘅樂壇嗰個情況係幾咁厲害啊！因為呢，喺我嘅印象記得啦以前都係慣咗噶啦，一隻專輯都係10隻歌曲啦，但係10隻歌裏邊可以竟然有成5首，甚至最少講緊係最少5首或者更多嘅改編歌。而當年啲日本嘅改編歌係成多到呢，係大家要出現一個爭歌嘅情況添嘅。今日我都係啦，又帶咗少少自己啲珍藏出嚟嘅，絕對唔少得，就係要同大家講緊呢一個林憶蓮係啦 Sandy， 其實呢一隻就係佢出道嘅第一隻碟啦。咁呢一隻碟咧裏邊咧就有好多嚟自日本嘅改編歌嘅。如果大家對呢個 Sandy 都有認識嘅話，亦都知道佢出道嘅第一首歌就係叫做《愛情 I Don't Know》啦。咁即係呢一隻歌咧，其實就係改編自松田聖子嘅歌嚟嘅。我相信啦，如果有大家對佢有認識嘅話咧，其實都知道佢係一個蒙豬眼，跟住之後細細粒粒咁樣，其實同呢個日本風咧，日本嘅潮流咧係真係好吻合嘅。咁所以我亦都好明白，即係當時唱片公司點解會塑造到佢變做係一個日本嘅 idol 嘅一個形象。我本身都係身為一個憶蓮迷啦，咁自己聽咗憶蓮嘅歌，其實真係聽到佢每一隻專輯，佢一路都有唔同嘅
變化啦，或者佢對自己音樂上面嘅一啲追求啦，咁而後尾咧呢一度咧就係佢之後嘅兩隻專輯，我都有帶咗一個比較特別啲嘅珍藏出嚟嘅。咁我頭先咧，其實我再 check 一 check 咧呢一兩個 cassette 帶咧，其實佢嘅包裝咧同我哋本身嗰啲見過嘅 cassette 帶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可以開俾大家睇下，佢係一個咁樣打開嘅一個包裝，係當年係日本創造出呢一個咁樣嘅設計，就叫做 G cassette， 係啦，呢一個係個名稱嘅，咁就棘住餅帶入邊。咁但係其實佢就冇好似普通我哋平時聽開嘅 cassette 帶咁有個蓋咁揭開透明蓋，咁佢就有一個咁樣打開，係比較特別啲嘅一個珍藏。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因為呢一個呢，就係當年係 CBS Sony 佢哋呢個唱片公司呢嘅獨家獨有嘅一啲設計嚟嘅。咁就當年呢一個憶蓮呢一隻專輯啦，呢一隻專輯即係其實就係激情嘅專輯啊，即係嗰隻歌有激情喺裏邊嘅專輯。咁同埋呢一個呢，就係灰色啦嘅專輯，都有做到呢個 G cassette 嘅一個 design 嘅。成件事就好日本風啦。會令到大家即係好完全投入到係喺呢個日本嘅風潮，聽嘅日本歌，跟住之後有啲好多日本雜誌係啦，佢又會有香港，我哋都有啲渠道會買到啲日本雜誌咁樣。其實當時喺80年代嘅中期咧，日本嘅潮流真係影響得香港係比較多嘅。嚟緊我一路會介紹就係其實都有個 playlist， 我都係叫做我的少女日誌。咁其實我裏邊有揀到一啲歌呢，係會發現到原來又有一啲好特別嘅共通點嘅喎。個共通點呢，就係當年呢啲女歌手出道做歌手之前，原來佢哋係電台嘅 DJ 嚟嘅。咁係啦，頭先講開憶蓮啦，又係啦。咁而另外仲有周美欣啦，我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印象？周美欣係啦，佢又係電台 DJ， 咁後尾又係轉型咗做歌手。另外就有何嘉麗啦，仲有林珊珊啦，跟住余劍明啦、魏以清啦，咁同埋後期少少咧就係周慧敏啦。其實有好多年青人，佢哋如果係想接觸一啲即係比較新啲嘅嘢，或者要知道一啲潮流嘅資訊啦，或者要聽啲新歌啊，一定都係其實只有得一個渠道，就係聽收音機。咁除咗收音機之餘，電視咁就未必會係成日都有好多新歌聽嘅，即係可能係會禮拜六日會可能就係有個音樂節目，咁就係會有啲 MV 會播下。咁所以喺當年啦，即係啲後生仔女咧，如果想知道一啲新嘅嘢，咁一定係只係會聽到收音機。咁而點解有咁多 DJ 後尾係可以轉型到做歌手呢？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因為大家其實成日聽電台，一定會聽到呢個 DJ 我都中意佢把聲喎，如果啲唱片公司亦都賞識知道一啲新嘅嘢，咁一定係只係會聽到收音機。咁而點解有咁多 DJ 後尾係可以轉型到做歌手呢？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因為大家其實成日聽電台，一定會聽到呢個 DJ 我都中意佢把聲喎，如果啲唱片公司亦都賞識有啲 DJ 原來佢哋除咗講嘢把聲好聽之外，唱歌亦都唔差喎。咁而呢啲歌手呢，其實覺得比較特別嘅，咁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下，或者睇下你記唔記得呢啲歌。第一首呢，何嘉麗嘅《再見七日情》。其實何嘉麗呢，佢係 DJ 嘅身份先，咁後尾呢就俾唱片公司有賞識啦，咁可以出到唱片咁。但係呢，佢喺電台上面嘅形象呢，我唔知大家會唔會有我呢啲同齡層會知道，大家聽嗰陣時嘅節目呢，有一個呢係當年好受歡迎嘅電台節目，叫做《三個小神仙》。
咁邊3個小神仙呢？其實就係鄭丹瑞啦、林珊珊啦同埋何嘉麗3個。咁喺個節目裏邊呢，其實就係佢哋3個呢就嘈之巴閉嘅，係啦，就好活潑、好活潑嘅。咁但係呢，到何嘉麗去成為一個歌手身份嗰陣時呢，唱片公司竟然將佢塑造呢成為一個有啲憂鬱啊，好淡淡憂愁嘅一個女歌手嘅形象。因為係啦，佢係電台 DJ， 咁當年就係有一個廣播劇叫《無可奉告》啦，咁而呢一隻歌就係、亦都係個獨白，又係即係3個小神仙嘅另外一個主持人啊，鄭丹瑞先生。咁啊，其實佢哋2個咧就合作咗呢一隻歌。咁啊，《無可奉告》亦都係到依家為止有好多人喺心目中係一隻好經典嘅歌曲嚟嘅。咁啊，大家聽到嗰隻歌又會諗翻起廣播劇裏邊嗰啲劇情啊咁啊，比較特別少少何嘉麗呢一個例子。而另外呢一個例子咧，就係我想講咧係黃綺嘉呢一個歌手咧，我相信唔係話好多人都會仲記得佢，但係咧喺當年啊黃綺嘉呢首歌啦，我揀嘅係《心事》。《心事》呢一隻歌咧，係我有一個好好嘅朋友，佢話俾我聽，當年喺80年代初，好多嘅香港嘅後生女啦，其實佢哋咧都係投身喺呢個製衣行業啊。咁喺香港咧就係會好需要冠咗佢哋有個名叫工廠妹。咁啲工廠妹咧，其實就每一日咧就係喺間工廠度，可能車衣咧就係每日做一啲好刻板嘅工作。咁但係咧，佢哋係冇任何嘅時間係可以即係可以唞嘅，因為其實你車幾多衫就係你嘅收益嚟噶。咁佢每日咧就係唯有咧喺個工廠嗰度咧就開大個收音機，咁就大家咧就係成為佢哋工作上面可以唯一嘅一個娛樂嘅一個渠道啦。咁我個好朋友咧就話俾我聽。我每一次聽親呢一隻歌咧，我就諗起我嗰陣時做工廠妹嘅時間。點解呢？原來咧呢一隻歌咧係有好多當年嘅工廠妹係會打電話去電台點唱嘅，即係啦，呢一隻歌就係有個咁樣嘅故事。所以佢一聽到呢隻歌，因為點唱率好高啊，好多人都會打電話，都會想去點唱呢一隻歌。所以電台呢一日可能係播唔知幾多次咁，跟住佢就係當年呢一隻歌就入咗佢個腦，所以每一次佢聽親呢隻歌就諗翻起當年佢做工廠妹嘅時間，咁咧比較有趣少少。而另外想同大家講嘅呢，就係譚小環嘅歌，係啦，就叫《被愛》。譚小環呢係的而且確，我翻查咗少少嘅資料，佢就係香港有史以嚟唯一至到依家為止唯一一位，亦都係第一位啦係香港小姐冠軍呢個名銜，而亦都喺香港推出過粵語專輯嘅唯一一個女歌手嚟嘅。大家如果譬如對譚小環嘅印象，可能大家都會記得佢同阿伊健有合唱過一隻歌《如果天空要下雨》，係咪呢？除咗即係頭先講呢隻歌之外啦，咁其實譚小環都出過一啲專輯，咁呢一隻歌我都覺得可以介紹翻俾大家，等大家可以回味一下當年大家咁推崇一啲少女玉女，就係塑造咗一啲咁樣嘅形象，而喺樂壇呢，亦都係出現咗有大量嘅呢一啲少女玉女嘅歌手。好，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我哋下一集 podcast 再見。